师伫遮来向各位报告：心智若无磨，智慧就会顿绝。各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内心啊，你若遇到困难，还无咧志气啊呢？你要锻炼心，还是锻炼你的志气？你这个若无去甲磨，无锻炼就对。你看，你若是鸡啊爱称啊面，鸡啊爱称，人爱变啊，变就是叫你爱拍拼。你无拍拼，你这个人就无重用就对。同款，一个人的心甲伊的志气，若无去磨练啊训练，那么伊的智慧就会顿绝，推推戆戆呆呆，就得顿。这绝就是笨汤，真含慢就对安尼。反应真迟钝，各位，这你智慧就是未开啦。你无磨嘛，无经过人甲你训练嘛，啊，拢想啥，甲你做啥，想啥，甲你做啥呢？啊，无要听别人的意见，啊，即马若是听到时阵啊，无欢喜，都会甲你反驳咯。人伫甲你教，啊，无听无打紧，那个明明伊毋对，伊嘛无承认就对。这种人就未进步你当呢。所以你心智无去磨练。爱考验，安尼你的智慧呢才会成功。患难啦，无去想的，你无去试啦，毋捌经过这个灾难，有一寡不幸的代志，吼，也是讲安尼，互你真心真痛的代志，各位，你无经过安尼去试过，你无去做无，安尼你的胆力真强力啦，胆量。家己本身的抵抗力就对，你要怎样会当有勇气去接受？所以各位，这你一定要经过，咱人就是要经过磨练。哎呀，man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。你无经过这个代志，你的智慧就未成长，你当呢？红刺客甲你诽谤，但是你有法度突破，经过的考验训练出来，安尼你的胆量都有够，魄力有够，各位，这真重要。人生无常，生命才有希望。这个世间无常，对不对？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有成住异灭。日头月亮有一天会消失，所以有成住坏空。一切拢无常，包括咱的身躯，有一天一定要生老病死。哎呀，man，这无常你要认清楚哦。啊，因为你知影这是无常，无常会变的，啊，会变的物件就是假。啊，假咱都唔好去痴迷，唔好去探求，唔好去占有，各位，安尼，你这个生命都有希望。你就知影，哦，这无常，我袂去贪，我袂去甲人冲突，你灵魂才会清净，灵魂清净，这个生命就会当足有希望，后摆去好的所在，你就能够超脱生死，会当行向一个真好的地点。各位，这就是你知影袂去痴迷啊，袂去互这物件挂碍啊。咱上惊就是挂碍，各位，为什么挂碍？咱要探求嘛，这我要爱，这我要知，要知是你到时最后，因为你心是注重这个物件，所以你的心都无法度超脱嘛，袂去摆脱这个物件，所以你会足痛苦，去互这个物件给你缩白掉的，你就轮回无法度停止。所以咱一定要知影，你人生无常，主要是要帮助你的生命有希望。咱未来这个心识灵魂会当去好所在，明了无我，你要明白，要了解，一切拢无我，无一样是我的啊，无一样是你的，你要清楚这个代志。啊，你要清楚，安尼咱袂甲人冲突，袂甲人摩擦，得到也好，你免欢喜；失去你嘛免讲悲伤，你生命都无烦恼啊。无将你的嘛，无你的你都无得到甲失去的烦恼。所以你生命就会轻轻松松，灵魂拢无负担啊！你的日子过得真满足，真满足。以上事安尼简单，甲恁讲，互恁知影这个代志，安尼好无？好，真感谢各位哈，阿弥陀佛。